佢又再睇返嗰一個曾經缺乏物質又缺乏愛心嘅自己咧，當聽到嗰一句咁重擊嘅説話，仲要嫌啲餸菜係凍，呢一個嘅個案咧，其實一直咧都觸動緊我嘅。所以咧，我自己有一個嘅深入淺出嘅課程啦。其實最核心嘅重點咧，係幫助中年人士咧搞清楚自我嘅內耗同埋豐盛生活之間嘅矛盾啊。唔係自己唔努力啊，但係喺發展上面咧，總係事與願違嘅，有心無力嘅，覺得咧生活嘅表面咧都係勉勉強強都過得去嘅，但係自己嘅內心咧又充滿咗恐懼同埋不安嘅。我啲學生咧最終都能夠去明白啊，如果唔調整好自己嘅心態咧，其實係好難輕鬆咁樣去吸引財富去賺到錢嘅。就算係賺到錢咧，亦都好難留得住。喺課程裏邊咧，除咗咧好深層次嘅內心嘅分析之外咧，更加有具體嘅實際嘅操盤嘅技術指標嘅，尤其是喺投資股票方面。點解咧？我呢一個心理學嘅人咧，用呢一啲嘅方法去引導大家呢？因為咧我自己曾經都撞過板啊！明明以為咧自己有穩定嘅賺錢嘅收入咧，可以累積到好財富嘅，但係由於自己內心嘅匱乏啦，所以咧年過50歲啦，先至發現咧自己嘅投資同埋儲蓄咧，其實嘅金額咧係大大咁樣喺度損失緊嘅。後嚟咧我就自己去克服自己內心嘅困惑啊，認真咁樣去學習投資啊，最終咧我自己設計咗一套咧簡單嘅系統，利用指標咧去控制自己嗰種嘅衝動啊，加上心理學嘅知識咧去駕馭自己嘅情緒啊。而呢一個嘅投資嘅系統咧係可以複製嘅，俾大家咧喺呢一個我哋嘅中年嘅年紀咧，又係小白嘅投資者咧，或者你係希望咧可以自己有一套錢生錢嘅系統啦，但係咧又唔困身嘅喎。如果你都想喺中年裏邊有一個嘅破局，從情緒嘅內耗去到財務自由，我有一個免費嘅分享會啊，歡迎大家出席報名嘅。咁盡快報名啊！咁咧個連結咧，你哋可以喺呢一個嘅 info box 裏邊咧可以揾得到嘅。喺呢度咧，我提一提啦，其實能夠學一啲嘅心理學咧，又可以應用喺穩健嘅投資裏邊咯，何樂而不為咧？但係咧，往往有好多人咧一聽到咧就會困住咗自己嘅。唉，我從來都唔係賺錢嗰啲人嚟嘅。其實我哋嘅認知咧同埋財富嘅關係咧係應該適度咁樣去調整嘅。點都好啦，希望可以喺呢個分享會裏面咧見到你嘅。記住報名啦，同埋我哋自己點樣可以喺呢個中年咧去破局，將呢一個嘅內在嘅虛耗咧轉成一份嘅動力，轉成一份豐盛嘅人生。歡迎咧你哋參與呢一個免費嘅分享會啊！咁盡快報名啦，個連結咧就可以喺下面嘅 info box 嗰度揾到嘅。好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我係當當黃瑞玲，我自己嘅坐標係德國嘅，我係德國國家級認證嘅社會教育學家。拜拜，ciao ciao。